十字門中海環宇天下賣到斷晒貨嘅皇牌3房單位，終於加推啦！一落樓就係輕軌站同埋華發商都啦。喺成個十字門3房嚟講啊，我認為呢個單位呢係做得最靚嘅。早期冇買到 B 區嘅朋友呢，今次啊千祈唔好錯過啦！仲可以望埋澳門塔添，高樓層啊，仲可以望到海景添啊！99方同你整咗細咪3開間嘅大客廳，人哋啊冇白3方啊都整唔出嚟咁大個廳啊！西門子嘅細件套交付標準，包括呢啲賭台、半開放式嘅廚房啊，呢啲鞋櫃都係交付標準。全屋豪華真裝交樓，頂上嘅大金中央空調都係交付標準噶。而且 A 區今次咧使用率啊仲提高咗添，接近100%啊！主人房咧仲係做咗套間嘅設計。早期呢隻單位咧 B 區講緊300幾萬入場價，依家咧 A 區280萬即係可入場啦。首期講緊40零萬，中意嘅 call 我睇樓。